台湾话，没事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无代无志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没事、没怎样，通常用在说人反应过度或做了多余不该做的事。用力。无代无志，你是安怎会去遮的？平白无故你干嘛去惹他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